张彤彤要去参加好朋友的生日派对。彤彤，你这是要搬家吗？嘿嘿，妈妈，快来帮我选衣服吧。妈妈，这件好看吗？可以呀。不行，太单调了。那这件呢？也很好看呀。也不行，太鲜艳了。妈妈，我选哪个吧？别问我，反正说了也是白说。这次一定听你的，我要选择困难症。小小年纪还选择困难症哦，就这个吧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配你的衣服。老妈就是有眼光。妈妈要扎好看一点哦。可可说她的生日派对要在大大的草坪上举办呢，大家都要打扮得很漂亮去参加哟。你妈妈我的手艺你还不放心吗？保证让你漂漂亮亮的。再擦点香香的面霜，我老弟出门喽。几点了呀，妈妈？11点啦，你爸都等了几个小时了。我不急啊，我已经被你妈妈训练出来了，习惯了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